大家好，老铁们好，我来自越南花莲，这个地方叫粤语叫麻痹类，这里是苗王县管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像以前没有病情的时候，这里特别的多旅客，然后来这里欣赏风景，欣赏高山区。真的，这个地方的风景还是挺好、挺美丽的。就是因为病情导致了很多旅客来不了这里旅行，然后来不了这里欣赏风景。这一条路线是要往新街那边走，新街就是田棚边界那一边的。从我老家到这里大概要60多公里，差不多10公里左右。到达那个新街那边的话，大概要80多公里才到达新街。这里的风水还是挺好的，风景美，然后山水也挺美的。因为太可惜了，这2年就是因为病情，所以就没有旅行客，然后就没有欣赏到这些高山风景，太可惜了。希望在中国的老铁们能看到我们越南每一个小小的地方，虽然我们越南也有很多小小的地方，小的也有小的美丽。谢谢大家啦，希望中国的老铁们看到这里的话，也给花点个免费的小红心。这里就是用越南语叫麻痹类，然后这一条河特别的清，不过人家都不叫清河，在我们越南这边人家叫黄河，这一条河是叫黄河。在我们越南苗王县这边的话，就是这一条河最深，还有山最高最陡的地方，风景也挺美丽的。谢谢。